老自从是他呢很好么？法术前天好当的，我发觉地下卫生所提供当道嘅服務。係呀，我哋還有長期照顧服務呢，我哋提供居家服務、日間照顧、家庭托顧、一下困服務、夫妻老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等項目，做得經濟民眾活下嘅需要做詳細嘅解說，務求將民眾打創造服務專線1966。很好，我當幸運，我嘅家官家樣身體都當健，常有壓力太大，像青年打這個。二篇，那份讓你有限過來打這個，我未係對外體加過來嘅，呢個問題我應該未度過。這樣是你係樣辦度過來嘅呢？這下冇創造父母。我家官咁樣身體就唔好，我就當日才記到 Fintel Point， 然後咁樣慢慢地度過來，很傻很出就有福。二篇，你會講客家話麼？我講當上蠻好。係呀，仲我要心，當腳就學會咧。我做得從頭來請阿姨打這個麼？當然冇問題，我做得教你一道講客家話嘅結，很好呐。你家講咁樣，那係啲，你按三萬學，天才會當歡喜。